酒店伺服器第二季嚟啦，繼續咧真實貼地有福利啊！第二季咧第一集有我子毛 Nicola 同大家聲音導航，試住一下上星期五先啱啱開幕嘅澳門倫敦人酒店，為大家帶嚟第一手嘅真實試住報告。嗱，講翻啲基本資料先。澳門倫敦人酒店咧坐落於金沙城，同康萊德、瑞吉同埋喜來登咧組成澳門倫敦人。倫敦人酒店咧亦都係4間酒店當中唯一一間4星級嘅酒店。依家咧澳門倫敦人酒店咧係屬於酒店住宿部分嘅 soft opening， 因為仲有好多部分啊，大家都見到啦，仲裝修緊㗎。首階段咧係2月8號咧先至正常開放㗎。不過依家已經有澳門倫敦人揭幕住宿套票，包括有大床套房、自助早餐、下午茶同埋黃昏雞尾酒。連埋稅之後咧，計下先，最平嘅平日價格啊，大概係澳門幣2700蚊左右。聽上去好似有啲貴喎，唔知真實嘅表現係點呢？不如睇下先。嗱，今次入住嘅咧都算係幾高嘅33樓啊！一出電梯已經可以感受到濃烈嘅英倫風啊！好想返英國啊！無論係地氈啦、牆上面嘅掛畫啦，或者係配飾都好啦，都好有衝動啦，想即刻去打卡啊！嗱，一開房門，玄關嘅右手邊呢係衣帽間同埋相連嘅浴室。再向前行，我哋玄關前面呢就係客廳空間啦。整體風格都係偏比較現代嘅英式為主。客廳嘅設計重點，我諗應該係呢一部嘅70寸大電視啊！嗱，過嚟睇下呢度先。電視左手邊咧係 mini bar， 我幾中意㗎，因為咧見到佢哋咧係有好多具設計元素嘅杯具，仲有重點係可調節溫度嘅智能熱水煲，啱晒我啊！呢啲懶人睇溫度啊嘛。比較特別嘅咧係客廳有部足部按摩器。好啦，去到房裡面啦。相比客廳咧，我覺得房間嘅英倫設計咧就比較少啲嘅。不過床頭兩側咧都有亮點嘅，例如咧床嘅兩邊嘅插座咧有多個USB 嘅 A 接頭。你知啦，我有3-4部電話噶嘛，咁啊方便啦。床嘅右手邊咧仲有一部空氣清新機。浴室部分咧重點明顯係浴室中間呢個浴缸啊，哇，睇落都好想浸落去。嗱，另外咧雙洗手盤，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嘅，我都唔知點解中意㗎。明明自己得一對手，但係就中意有雙洗手盤，冇人同我爭。嗱，仲有帶按摩花灑嘅企缸，同埋最新款嘅智能馬桶，哇！呢啲感覺上啊，比起其他4星級酒店都高檔啲啦，係咪？依家倫敦人呢有開放泳池，而健身室呢都係暫時同康萊德共用。今次呢，導演邀請咗近嚟因為飛夢短片而人氣急升嘅鋼琴女神阿紫 Kimberly 啊，為大家送上福利。除咗泳池同健身室之外，倫敦人嘅另外一個賣點就係華庭，屬於倫敦人酒店嘅專屬會所。套片裡面嘅早餐、下午茶同埋雞尾酒都係喺呢度享用。依家就俾大家感受一下華庭嘅魅力。啦，倫敦人酒店咧幾乎度度都係打卡位，無論係大堂定係走廊，都有種置身於外國嘅感覺。
但係咧，阿導演話，對於入住倫敦人酒店嘅呢2日咧，佢嘅表現係有啲困惑㗎。食物方面咧，味道係唔錯啦，但係咧細節不足喎。有好多食物咧好容易甜咗或者油咗。房間咧舒服嘅，咁但係空間感又唔夠咯。窗外面嘅風景咧係非常之普通嘅嚇。房裡面嘅冷熱水問題啊，同埋水壓問題咧，都令到入住體驗係大打折扣啊。OK， 員工表現係唔錯嘅，有問題會即刻跟進。但係啊，有一部分嘅員工啦，可能對酒店真係唔係太熟，喺問路嘅時候咧，基本上係要再問同事㗎，好嬲啊我！咁呢啲表現啦，都係令到阿導演咧有一種感覺，就係個酒店好似仲未能夠正式營業，反而咧仍然係似試業中咁樣嘅。加上啦，售價就偏高，導演認為如非有打卡必要咧，可以等佢哋2月份真正開幕嘅時候再考慮嘅。5分滿分嘅話，導演話會俾佢2.8分。好啦，如果想我哋試住邊間酒店，或者想冇錯我本人去試住嘅話，可以喺我哋嘅影片下方留言。我哋下一集酒店伺服器再見啦，拜拜。歡迎大家收睇酒店伺服器。上一季我入住咗認為暫時最高質素嘅永利皇宮，今集呢就同大家試住下佢嘅大佬永利澳門啦。永利澳門係亞洲首間以拉斯維加斯式嘅度假酒店，並且喺福布斯旅遊指南度獲得酒店、水療康體中心同埋餐廳3個類別嘅5星大獎。永利澳門喺酒店部分係可以分成永利大樓同埋萬利大樓。今次要入住嘅係位於永利澳門嘅萬利酒店裏邊嘅萬利豪華套房，算係永利酒店裏邊最抵玩嘅房型啦。平日年稅嘅話，大概港幣2400蚊港紙左右。今次我哋入住咧係位於比較中層嘅34樓，一開房門，一入眼簾就係一道長走廊。酒店房巧妙咁用2埲牆分隔開3個空間，近門口嘅空間就係更衣同埋浴室嘅空間，中間比較闊落咧就係睡房嘅空間，而房間嘅尾段咧就係客廳同辦公空間。房間整體感覺有種拉斯維加斯嘅 feel， 雖然房間咧運用咗大量暖色調同埋深色嘅物件，但係咧就一啲都唔覺得俗氣，反而有一種高級嘅感覺。浴室空間比起永利皇宮就細咗一截啦，但係基本嘅雙人洗手台、分開嘅企缸同浴缸、獨立嘅非免治馬桶都係有嘅。嚟到睡房部分，床嘅兩側都有床頭櫃，兩邊床頭櫃上邊都有智能操縱板，而且有國際插頭同 USB 插頭。床上邊有4大1小、3軟2硬嘅枕頭，床褥係比較軟硬適中嗰一種。比較特別嘅係床單上邊嘅印花，有啲似米奇老鼠。另外，房間嘅電視係同客廳共用嘅，所以只要轉動部電視就可以啦。電視旁邊有影音操控面板，同樣都係有國際插頭同 USB 插頭。到咗客廳部分，分咗好明顯嘅辦公同埋客廳區。客廳區有張3人座嘅梳化，2張單人椅同埋一個好大而且仲可以滑動嘅茶几。不過我覺得呢個客廳最大嘅賣點梗係嗰塊落地大玻璃啦，出邊個景色可以睇到西環湖、觀光塔咁。俾大家最後個景先啦。講完房間嘅基本配置，又講下酒店嘅周邊配套啦。由於酒店嘅泳池同埋健身室都喺澳門永利酒店嗰邊，所以咧要喺萬利酒店過去咧係有啲麻煩嘅，需要穿過好幾道門，而且又要喺室內轉室外，然之後由室外轉室內，仲要搭電梯經過澳門永利嘅大堂，先可以到健身室同游泳池。我諗佢麻煩程度只係僅次於威尼斯人。泳池嘅外觀呢，我咁樣睇有啲似化妝掃啊。不過由於我哋拍攝嘅時間呢係冬天啊，所以你可以見到冇乜人使用。唔好以為今次我哋冇拍泳池就冇福利啊，因為仲有健身室噶嘛。澳門永利嘅健身室比起其他酒店算係偏細啦，
不過健身器材咧都算齊全嘅。今集我就請咗健身教練 Rowena 同埋 Ivan 一齊試下澳門永利嘅健身室。如果有興趣 keep fit 嘅朋友，梗係要揾專業嘅健身教練教下佢正確嘅健身方法啦。總結，澳門永利無論對比永利皇宮定係澳門區嘅酒店，都唔會話有啲特別出彩嘅地方。不過就係勝在佢夠平均，而且地理位置上邊都比較方便。我欣賞佢嘅健身室有一款可以免費食用嘅健康果乾，係比起大部分酒店嘅收費或者免費嘅果乾都仲要好食。大家如果去到一定要試下。我認為澳門永利酒店會比較適合商務或者中產人士入住啦。5分滿分嘅話，我可以俾佢3.5分。如果有邊一間酒店想我哋去試住嘅話，可以喺下方留言㗎。我哋下集酒店伺服器再見，拜拜。過咗咁耐，有冇掛住我哋酒店伺服器呢？酒店伺服器返嚟啦！旅行呢就暫時去唔到，大家都要做好防疫嘅工作。拍攝期間，我哋都有遵守到防疫措施。今次我哋同大家試住嘅就係位於澳門最新開幕嘅上葡京酒店。上葡京係今年7月30號開幕嘅5星級酒店。中意住新酒店嘅朋友，我諗呢個應該係首選啦。位置上邊，佢位於路氹城偏遠嘅位置，離最近嘅輕軌站都有10分鐘路程。今次我哋入住嘅係專上套房，平日嘅正房價大約係1400蚊左右。不過而家有一個開幕住宿套票，只需要1900蚊，包雙人早餐同埋300蚊嘅餐飲 credit。所以今次就同大家試一試呢個套票究竟抵唔抵住啦。上葡京整體感覺着重於設計感，無論係大堂、走廊都有濃濃嘅中葡藝術氣息，而且都幾多打卡嘅熱點。而家就等我哋帶大家睇下房間先啦。上葡京其中一個特色就係有一個只係開放俾酒店住客嘅綠茵盛景花園，住客可以喺3樓嗰度前往嘅，有植物迷宮，亦都有一啲可以打卡影相嘅位。至於花園嘅另一邊就係水療同康體設施，裏邊包括健身房同埋室內室外泳池。不過近排咧就因為疫情關係暫停開放，而家就等我哋嘅澳門肌肉歌手阿 B 帶大家參觀下先啦。等情況好轉，大家再安心玩啦。套餐裏邊咧就有包括早餐嘅，而上葡京嘅早餐主要都係喺自助餐度用餐。事不宜遲，帶大家睇下環境同食物先。
講咗咁多，係時候要講下佢優缺點啦。優點呢，我就覺得以酒店嘅設施同配套嚟講，性價比係唔錯嘅。酒店嘅設計都幾有特色，基本上每一處都可以成為一個打卡景點。而且因為係新酒店，有一啲配套上邊，我會覺得佢幾方便，例如係超多嘅 USB 接口位，方便大家理解嘅電子操控面板等等。而酒店我覺得最重要嘅床呢，佢床褥軟硬適中，而且有6個枕頭。缺點方面，我覺得其實房間有好多細節位要改善，例如係比較偏細嘅浴缸。導演我呢就1.8米嘅，我瞓咗落去浴缸，我就係浸到隻腳啫。開關窗簾呢係要長撳嘅。人手分配上邊亦都略為不足，有需要嘅時候打電話去前台，我打咗3次電話佢先聽。泳池呢亦都冇救生員裝置，家長呢就要留意一下啦。另外就係酒店嘅招牌賣點，有啲令人失望咯。上葡京酒店而家主打嘅就係無老鍋同自助餐，兩者都係非常之難訂位嘅，而且食物水準亦都唔算太穩定。例如今次套餐包括嘅自助餐套餐，雖然有好多選擇，但係味道上邊大部分調味都係唔夠，又或者調味過度。只有啲酥皮麵包類，我係覺得佢哋合格嘅啫。希望呢啲情況只係初營運，未熟習，後續會有所改善啦。總結，如果中意住新酒店嘅話，或者想揾一間比較有特色嘅酒店，上葡京的確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不過我認為佢嘅細節位要再努力做好啲先得，尤其是人手不足，呢度就真係令到我扣咗啲分啦。5分滿分，我會俾佢3.4分。我哋下集酒店伺服器再見，拜拜。歡迎大家收睇酒店伺服器。話說有朋友想我哋介紹一啲抵玩嘅 staycation package，咁啱我就見到漁人碼頭嘅萊斯酒店咧推出咗個優惠，1晚嘅單客房套房再加餐飲禮券，連埋稅都係900蚊左右，睇落去就幾吸引啦。咁就嚟睇下究竟係咪物超所值先。先嚟簡單介紹一下，萊斯酒店係澳門漁人碼頭酒店群裏邊最特別嘅一員。地理位置上邊就喺漁人碼頭尾段最近海依海而建嘅。萊斯酒店亦都係漁人碼頭酒店群裏邊星數最低嘅一間，只有3星。不過由於位處於漁人碼頭，所以佢嘅交通都尚算方便。萊斯酒店嘅設計風格主要係以18世紀嘅維多利亞作為主題，主要嘅特色呢就係華麗堂皇，而且帶啲宮廷氣派。例如酒店中央有條半迴旋嘅古典樓梯同埋水晶吊燈。今次我哋入住嘅房咧喺2樓，要注意單客房套房一層樓咧只有2間，訂嘅時候就要留意啦。先俾大家睇下房嘅情況啦。房間整體感覺咧就偏向古典，另外一種講法可以話佢有啲舊啦，因為房裏邊有大量嘅擺設同埋藝術品，再加上大量地氈同暖色調嘅燈，感覺就好似時光倒流70年咁。由於萊斯酒店係一間3星級嘅酒店，所以酒店咧係冇配備泳池同健身室。不過因為佢係漁人碼頭酒店群嘅一員，所以住客可以使用麗庭海景酒店嘅健身室同游泳池。麗庭海景酒店嘅游泳池呢係室內泳池，設計風格有種羅馬浴場嘅感覺，而健身室嘅格局呢就係偏細嘅，器材呢只能夠講係僅僅夠用。今日我就請咗靚仔嘅小提琴手 Carl 過嚟試下個健身室嘅，有請。
做完運動大家都肚餓啦，於是就揾咗我嘅好朋友 Nicosia 一齊試下近排喺 social media 好 hit 位於麗宮酒店嘅梳打埠。梳打埠主要以50-60年代嘅澳門作為背景，而且揾咗 MasterChef Canada 其中一個主持廚魔 Elvin Leung 嚟做監製，味道上面真係令人期待啊！環境方面的確係營造咗一副復古嘅感覺，價錢方面呢就中高價位啦。我哋5個人食咗2300蚊左右，而家就俾大家睇下我哋嗰晚食咗啲乜嘢啦。總結，萊斯酒店呢個優惠套票可以話係佔盡咗價格上面嘅優勢。雖然只係3星級酒店，但係佢嘅地理優勢令到佢成為咗最平而最近海嘅澳門酒店。房間嘅質素 OK 啦，不過因為房間比較舊，有好多細節都需要保養，例如冇 USB 插頭啦，浴缸嘅水龍頭會漏水等等。至於近排打卡大熱嘅梳打埠呢，味道上邊咧屬於中等偏上嘅水準啦，環境方面都比較 chill，不過價格上邊我會覺得貴咗啲咯。5分滿分嘅話，我會俾萊斯酒店3.1分。如果想我哋試住埋漁人碼頭另外2間酒店嘅話，可以喺下方留言噶。我哋下集再見，拜拜！歡迎大家收睇酒店伺服器。話說12月，澳門有一間新嘅酒店開幕，佢就係位於上葡京嘅 The Karl Lagerfeld， 就係澳門卡爾拉格菲奢華大酒店。聽個名好似好撩撚 QK 係咪？咁我哋就尊稱佢為老佛爺酒店啦。先嚟簡單介紹下酒店嘅基本資料啦。老佛爺酒店係澳門上葡京酒店群嘅其中之一員，無論係酒店名定係佢嘅設計風格，都係由時尚界嘅已故傳奇大師 Karl Lagerfeld 親自操刀處理。可以見到酒店無論係大堂定係房間，都會運用咗黑、白、紅、金呢幾隻顏色作為主調。而且酒店每一個角落隨處可見都可以見到老佛爺，又或者老佛爺提及嘅中西美學嘅元素。由於小弟對 fashion 呢家嘢真係唔了解，為免講多錯多，於是而家就去片大家睇下老佛爺酒店啦。
除咗老佛爺酒店之外，葡京人嘅葡京人夜市亦都喺前幾日咧正式開幕啦。而家就等我哋帶大家去睇下葡京人夜市當日開幕嘅精彩片段啦。地球玩轉夜市之當嘅夜市嘉年華活動正式開幕。高轉地球。天生我灑脱，別要叫我呀！假使要算先贈你死氣候，揮揮兩手啊，好好唱口啊，有戰有衝當你都有。嚟啦，我哋一齊好嘛？海邊尋開心的時候。派對時至情至性，就是未怕醜。嚟啦喂！來吧，倒轉地球，全部只有不謀。送走擔憂，要唞唞心，開心會長壽。來吧，倒轉地球，來吧，引爆笪石頭，打開手扣。今天解放嘅只想我要自由。總結，澳門老佛爺酒店作為為數不多以設計做主題嘅精品酒店，感覺上會比較似係粉絲向嘅酒店，因為運用咗黑白紅金作為設計嘅色調，同埋運用咗好多中西元素嘅設計風格，設計感呢會比其他酒店更加強，但係就未必係個個人都會適合。作為酒店嘅重點住宿部分，佢表現都令人滿意，床偏軟身，但係唔會瞓得唔舒服，而且枕頭都有軟硬之分。至於酒店最大嘅缺點，我認為就係性價比。的確，以2000幾蚊嘅價錢喺澳門唔難揾到一間性價比比佢高嘅酒店。不過我諗，如果係老佛爺 fans 應該唔差呢幾個錢，畢竟老佛爺酒店都有幾多可以打卡打得好靚嘅位。作為粉絲向嘅酒店，佢設計風格的確滿足到一眾老佛爺嘅 fans，所以如果你係老佛爺嘅 fans，又或者中意酒店設計有好強烈嘅設計感嘅話，我都幾建議過嚟老佛爺酒店度試住一下嘅。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其實有更加好又或者更加平嘅選擇。如果想我哋試住邊間酒店，都可以喺下方留言㗎。我哋下一集酒店伺服器再見啦，拜拜。